来看云林县这个出产番麦的大关，讲今年番麦咧浪花，也就是咧开花咧授粉的时阵，拄着落大雨，番麦真歹，安尼麦大穗是地国细穗，灾情严重。农民讲，甚至损失超过9成。云林县政府讲吼，会向中央来建议现金救助，每公顷41000块。农民去番麦产损失，因为今年番麦有够细碎，常常看到会当作是番麦笋。这款的番麦根本就无人买，卖袂出去，互因真艰苦。开花时阵点吼，落雨。落咧出起来是笋，就是变安尼个样。咱无大汉啦吼。嘿，你讲法度呗？这无法度啦，这无收就大袂起来，你知影？有收的，逐工就大起来，像咧分享咧。所以这拢无大，拢安尼就。拢一定拢安尼，无好。老友讲，今年因为番麦伫开花授粉的时拄着落雨，和这个番麦未大。甲一般番麦比较起来，有诶较无一半大，损失较轻的所在有4成以上，那损失较严重的甚至到9成。就算会使收成，这嘛收无够工钱。非常明显的确定我们的食用玉米受损的这个程度超过20% 啊，所以应该也要受到天然灾害的一个现金救助的一个标准。云林县政府表示讲，会甲中央建议公告现金的救助，每公顷4万元。农界场的专家认为讲，甜番麦受损的程度超过20%，已经符合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标准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